可以讲得到，它是非而不偏道，绵和绵，非常绵，绵和绵，它不是一个常有不变的力，所以它才我不知道其名，我不是其名强于啊，就如同我所讲的，我也不知道是什么东西，所以我才讲空啊，讲缘起性空啊，在讲空性。因为众生又没有四法，它是这个法，所以我们就用一些上法，如果你要进入到这种无上的一个四法平等又高下这么的深奥的道学，你要在空中里，你说你讲这个空，我讲这个大，那又是要在讲什么？所以当然要有工具。要有工具，所以本人再大，那你就不大了。也就是说，文字只是一个你入你的一个工具而已，你入到你心性的法门。所以佛祖在《金刚经》在第6就讲了：汝等语气，是我讲的话，我讲的道理。汝等比丘，知我说法，如画一者，法上应舍，何况非法？佛祖就跟这些弟子说：你这些比丘听我说法，如画一者，就好像一艘船要出海，我用这出海做个比喻，从此岸到彼岸。那我一边从此岸就是好像一个工具而已。你要从此岸到彼岸，要经过这个法，如画一者，我用这个法来做个比喻。但是你到彼岸的时候，你法一定要舍掉，你才能够上岸。那法上应舍，何况非法？所以当然这个道理，我们以前都讲过了所以真的我们要了解。虽然我们今天要进入到讲到我们《金刚经》的23分，也就是讲行的末观。行的末观，也就是在我们讲信，这个佛祖在52部沙会里，他在讲实信，他实住，他讲实行，他讲实归相，他讲实地菩萨，在等觉妙讲的讲座，对，52部沙会是这么来的。那52部沙会，他第一次讲实信，第二次讲实住，实住它就是安住。如果你没有安住下来，也就是你安住你的心性，你的身心里头，你才能够去走，才能够去行。我今天要到台北，那如果我今天不懂得台北的方向，我就起了行，那我今天一定会越走会感觉被怀疑。那你免一定为什么？这条路从台北去是对还是错？我还是能怀疑。往往就是等这个大。我们今天要入到无上甚深微妙。当你今天没有先去深入解析之前，没有先去了解相亲之前，你在修行的过程之中，你走走停停，走走停停。因为什么？因为你没有力量。为什么没有力量？我这个心还怀疑。我一辈子都，如果我全部来投入在你修行的这么的一个工作中，我是不是以我的血液都是以空白过去？那如果我今天能够做得对，那我信心就变成了，我就有力量。所以我们经常讲到，如果修行，我们用知识来修行，你知识来修行，你绝对会怀疑的。如果你用智慧来修行，智慧你就有力量。所以六祖大师就跟我们说，转世成实的道学就是这里。那我们进入到无上甚深的华语，前面说的是法平等无有高下。是法在讲什么？这个法平等无高下。这个是什么？阿耨多罗三藐三菩提。阿耨多罗三藐三菩提，我们已经讲过很多次。阿耨多罗在讲无上，三藐是在讲正的，三菩提在讲正确。阿耨多罗三藐三菩提整句话连贯下来在讲什么？无上正等正确这句话。
世法前面那个它的世法平等无有高下，这个无有高下的法就是无上正等正觉。那无上正等正觉又是怎么去解析它呢？那我们今天我们的讲到来到这里了哦，就来到这里，我也顺便的讲一下哦。那我们从下面讲，无上正等正觉，正觉就是不自觉。你今天能够觉到什么？好。那当然，你能够自觉，你已经不要落入到六道。为什么？因为自觉就是阿罗汉的境界。因为阿罗汉只是自觉，他能够我能思想他空，他还没法进到法理思想空。那是一个自觉的领域，自己觉悟的领域，就是一个阿罗汉。阿罗汉换句话说，无汉，无汉就是他没有后学，他的无汉。我们问到，在整个度破学，在整个开关上求下化众生，我们问到是非常积极的这一块。那么我们问到修菩萨道，真真实实的。那自觉要觉他，叫阿耨多罗，阿耨多罗三藐这正等。所以这个正等呢，你今天你要修到大，你不可以自觉，大家都要求。你不可以，你只是我懂得，别人不懂没关系。因为如果你是这个心态的话，那你的功德不大，那你的心量不大。那你今天既然心量不大，你要当菩萨就没有办法。菩萨两个字，把它解析下来，叫做菩提萨埵。菩提这个觉，萨埵这个有情。菩提萨埵整句话连贯下来就是菩萨，这个觉有情，觉自觉就是自要了解，有情是有情众生，你要去度化他。自觉觉他，自觉觉他，觉性圆满，那叫做菩萨。自觉觉他，觉性圆满，这个菩萨，这个佛。所以这一句话整串联下来，阿耨多罗三藐三菩提。因为你的清净法身里头，它有具备于无上正觉，也就是你正等正觉在哪里？都在那你的心里头，你有一个无上，无上就是具备于无上正等正觉在里面，都具备在里面。所以释法，这个你自己有一个无上正等正觉这个东西。我们以很简单的把它做一个缩语，就是清净法身。但既然是清净法身，那我们那个就是平等，你有一个高，你有一个低，你有一个圆，你有一个扁，你有一个倒。它是一个虚空法界的东西，所以这个东西就是清净无染的东西。所以既然我们每一个人有一个清净无染的自信。在佛法里面，他讲我信。那每一个人有一个圆满，他无染的本性。那为什么我们会当众生？是佛陀还有他的书上讲一句话：其在，大地众生具有如来的相，但因妄想执着，不能正等。若能远离妄想执着，一切事无实质，自然最显现。他说：“大地的众生具有如来的德相。”各位学生大德，我们每一个人有一个如来的德相，如来有的东西你没有少，所以六祖大师讲：“何其自信本自清净，何其自信本自具足，何其自信本不动摇，何其自信本不生灭，何其自信能生万法。”六祖大师才讲这句话。我们有具足。我们有具足如来的东西，我们不生不灭如来的东西，我们也不动摇如来有的东西，我们也得清净跟如来清净的东西都是一样，我们都是一样。那为什么我们现在会变成一个佛体的众生呢？因为他讲一句话，四个字：但因妄想执着不能正等。那妄想，佛祖就在《金刚经》第3就是这讲了，区分。肉无上有佛相，有人相，有众生相，有寿者相，即为菩萨。或者在《金刚经》第3就讲到这句话啊。
你技能要到顶上。如果你有我能事项，你这个人不能够到顶上。为什么是我能事项呢？我相人相，我人的对立变成了众生相，众生就是众业众生，受者相就是执照。我有直接讲后面那两句话，就是妄想虚照，不能正的。妄想我有的事项是众生相，第三句要是众生相，第四句话就是受者相，这是执照。也就是众生有妄想，因为众业众生。有众生相，有受者相，因为你没有办法证到什么如来的本质。为什么？因为你有分别，你有执照。分别执着从哪里来的呢？从前面那两个字，这是我相我相。我有一个我，有一个人，人我的对立，人我的对立变成一个众生相。人我的对立，人是一个境。我是个心，我的心看见外面的境，这是我们的知白的第三句要就跑出来了。受者相要，那个众生相要跑出来了。众生就是众业众生的事，你就想了很多了。弟兄，因为我喜欢红的，你就执着在红的；我很喜欢白的，你就执着在白的。那我们的心没有办法达到你原来的光种种。清净无染，你知道自然走了吗？你知道就变染污了吗？我们今天呢，没有办法达到清净无染，就是那我人不断，人我不断，在我人不断、人我不断的过程之中，我的思想、法的思想与父的思想不断的在造我们的无量无边的无明。我们今天没有办法达到所谓的无上正等正等分别，就是在这里。那佛祖一直在引导我们众生走到涅槃之路，所以他用了很多方法在引导我们。所以如同《金刚经》，我们都知道，《金刚经》如果在佛法里头，在佛教里头，它占了一个很高的地位。你到哪个地方，你讲三句《金刚经》，如果也是研究佛法的人，甚至没有在研究佛法的人，他也有多少少听到《金刚经》这三个字。那当然，他们的一个概念就是，金刚就是个很深奥的道理，就是什么？就是它就是它是一个可诵不可解的东西。可诵不可解，就是我诵《金刚经》，我没有办法解《金经》，就好像过去在贵宾讲《金刚经》的时候，那都当然有在那边有一个叫善导士。的一个他们在里面休息，也是五道气，他在里面当过，他出来之后，他们中午就在诵《金刚经》，那我会询问他，那诵《金刚经》，他们在讲《金刚经》，他们说他们的世间的人就讲一句话，可诵不可解，那就不可解了，不可解就诵下去了，那因为不是不可解，可以解。但是我们一定要了解，经典你解请可以，不可以解不会。这个是会遮人家的慧眼的。你讲请没有关系，你不可以讲不会。所以在这一方面当中呢，佛陀他用了很多的一个方法，用了很多的讲经，说法49年。所以讲到最后，一部经这个内涵经。所以一天一夜，所以该本经也叫做小经，这是起众生的这种无明，这种众生的这种疑惑。所以我们今天看到佛陀讲经，讲到23分来，他虽然在《金刚经》里，他没有当时他讲经说法没有分对32分，是早年开始杨武帝的儿子分对32分，这个是大家应该都了解。因为你分出来了。因为经的一个贯动，它是连贯下来的。如果你把不可32分，就怕众生落在断落的这个过程之中的这一种的一个障碍之中。所以，在现在目前，或许了解，在佛祖在佛教一些和尚有的还没有拿32分的一个断落的经典在讲。
原本的。那如果我们要了解原本的，你真的不能从哪里摸起。那如果你能够按照招领太祖以32分来做一个解析，那我们可能要落到《金刚经》的法义，就很简单。甚至于我们能够在《金刚经》里头又把它分为4个大正宗分，我们又把它分为4个宗旨。也或许刚才讲的，从性、从解、从行、从什么正的4个角度，我们会更加明了它《金刚经》里面的含义。那刚才讲到这里，就是我们已经讲到今天，已经有32分的23分，所以说已经讲到行。你刚才或许在讲的性实现，住实质行，这个非常重要。你今天只是精进，你今天只是文经，你今天只是法性，只是法性，但是你如果没有行，因为我们还没有办法达到这种无上正境界。所以我们今天在行这一部分是一个修行人非常重要的议题。为什么？我们刚刚讲，我们的境界非常高，我们的修行非常久，或者刚刚讲提到说大菩萨脾气大，大讲师教之道。我们读了历久的经典，我们学了历久的历久的修持的人，这个我们无比厉害。为什么？因为你没有在肉手这一块行的这些功夫，就好像郭雪前上讲到说，他讲这一段。七手天外天，微光照大千，八风吹不动，宇宙经典。这句话如果你看起来是一个很漂亮的一个故事，境界你要的故事。那当然遇到慧大师写了一个画壁，对不对？受不了了，所以慧大师就知道这个人会冲过来，就他的门店里就写了一首诗：八风吹不动，一匹大后将。大家都知道，这首诗句大家很清楚。称心伟力，力衰不乐。这8种，你骂我，你赞叹我，你回谤我，你整弄我，我都不会动。只是一个放屁，就把它打过江来。我们看到这么的一个文字的一个漂亮，跟一个表现的东西，跟一个实相的东西。表象只是一个文字，实相只是你遇到，你真的遇到。我有写这个漂亮的文字，如果以中国来讲，苏东坡是一个大学问家。要真正有这么的一个文学的基础的人，在中国大陆也是多。但是你要知道，八风吹不动，一匹的打过江。或许为什么要讲到这里？就是好像一个人在深入他心灵的领域这一块，我们叫他文字能载道，文不是道，文绝对不是道。我们修行，你修10年、20年、30年不稀奇。你一句话有没有办法真的安住你这一颗心？这个才重要。为什么佛陀在《金刚经》的第2经讲，须菩提，就问佛祖了。如果有3男子3女人，阿耨多罗三藐三菩提心，云何定作云何想提心？问这2个问题是真的。如果有3男子3女人，他要发什么无上正等正等的心，也是要发清净无染的心。但是问你的问题，云何定作？我要怎么去安住我的真心？我要怎么去想我的妄想心？我这2个字。所以呢，这是我相信，不是在2560年的当时，也是我们现在的当时，每个人都是这个问题。修行大家意境都很高，修行大家都很久了。所以我们时常讲这几句话，你一定不能加西洋啊，那你也可以这般修行啊。我们讲是时常在讲这句话。所以这个是我们要反省的，真的因为修行是你自己的内心世界要去提升，不是别人的问题。讲不好的话，你6道轮回不是别人的6道轮回，你修不成的不是别人跟你修不成，
要怎么去写。当你今天要去碰撞的时候，你这个新的反应的力量是什么样？这个新的反应是什么力量？我们知道，斯德哥虽然看到国运大好，放屁也不是，但斯德哥看到，他心里还是不满，对不对？还找机会要报复，他心里还不会平静，他还不会平静，他还不会忏悔，他还不会感恩。对，我的问题在内心世界，他的意识形态想不保护。所以有一天，这个故事大家好讲，有一天，温达斯大师班的坐场，那斯德哥在对看到温达斯班坐着，偷偷摸摸的摸过去，也跟他坐在对面。当博云大师眼睛已经开的时候，斯德哥就问博云大师：“大师，我做的是什么像啊？”博云大师就讲：“苏先生，你的像太庄严了，你的像是佛像，是菩萨像。”斯德哥听了非常的高兴。博云大师同样的问斯德哥一句话：“苏先生啊，我做这个像是什么像啊？”斯德哥就讲：“大师，你这个像好像一堆灵魂像。”斯德哥他认为他已经暴露了，找机会做一个暴露嘛，非常高兴，就偷偷就好多香了，非常高兴，因为他是小妹是文学家，这个人为什么这么高兴呢？他说我已经向文老师做一个报告，就把刚才那个问题就讲他的里面，他里面讲一下，哥哥，你非常的羞愧，人家的心是菩萨心，是佛心，哥哥你的心是一堆灵魂，从你的心所讲出，从你的嘴巴，所以我们嘴巴通心，心通嘴巴嘛。68才那句话，说通即心通啊，如入属虚空啊，唯传见性空啊，出世多其中啊。68是不像咒语，头句话要讲真心通，说通即心通嘛。你的嘴巴想代表你的心嘛，你的心是代表你的嘴巴嘛，这是心口合一嘛。你心所流露，你心所辨认所嘴巴讲出来那句话，那句话是代表你的心。当你今天骂人，会骂你，就是从你的心出来骂出，不可能从你心里高兴不去骂你的，通常不是这样的。这是代表你的心，所以我们的心，我们的嘴巴是代表心，知道我们的心，我们的心知道我们的嘴巴，所以人家说你的讲说的代表你的心，所以嘴巴是心之孔，就是这个道理。我们今天讲到这里，也是讲到有过程，然后要修行的这么一个意境。你要达到，你要污染走这个不幸的本性。阿弥陀佛说他超度这个无上正的本性，你要修到这么一个善，这句话就讲以无我无人无众生无受者修一切善，记得阿弥陀佛说他超度。我们要知道，无我无人无众生无受。我们在《金刚经》过程之中都反复一直在讲这个问题，因为《金刚经》整本经典都围绕这四个字，这四个议题：无我无人无众生无受，都围绕着这东西。那这东西是一个你进入菩萨的一个非常重要的内涵。为什么？《金刚经》第9论，它就讲一项，就是你要进到阿罗汉，虽然你虚罗也是罗汉，阿罗汉，你阿罗汉如果没有进到我的世界中，你要进入到阿罗汉是不可能的，小圣就不可能的。不要说要进入到所谓的一个菩萨道这边的，这不可能的事情。我们今天呢，当然你要修菩萨道，我当然又把我的思想又把它提出来了。你要修一切善法，要什么？要以无我无人无众生无受的。当然，目前要讲这边，或许再重新的细数一下。无我，你没有一个我，那没有一个我，那没有一个又有什么？那个我不是叫你要一个我，那个我要你拿到我，不可执着，不可拿个小我出来。无众生无人，也就是说，
你眼见心不乱，你耳听心不传，不是叫你眼不见心不乱，不是叫你眼不见心不乱，不是叫你耳不听心不传，不是这个道理，不是这个。那我没有看到啦，我心就不乱；我没有听到啦，我心不乱啦。这个道理不是在讲我像不像在讲这个道理，这个道理是在讲说，我看到我的心不乱，我听到我的心不传，所以我的心还是清净的，还是无染的，不会受到外面的沉浸、色、声、香味、触啊6层路来染心到我的心，我完全不会被它的染动。这个叫做我能思想的意见。那我像人性，既然我的心不染动，我看心不乱，耳听心不完，那请问第三个是，第三个讲什么？众生相。那众生，你还有什么分别？你都清净了，你都无染了，你的分别，他们的四法平等了嘛？对不对？因为什么？没有前面两个是来计较比较了嘛？你没有前面计较比较，到时候你乱叫了嘛？你还有什么的第三句话？众生，你不是众生了吗？因为你就是平等嘛。68世，在六祖坛经就讲三心本是智，成熟之智，妙观察智，大圆净智，平等性智。那你讲这三心本是智嘛？平等性质心无病嘛，平等性质心无病嘛，对不对？妙观察智见微风嘛，成熟之智同圆净嘛，大圆净智是吧？性清净嘛，所以三心转世之道理在这里嘛。所以到第三句话来，他才讲说平等性质心无病嘛。那我或者刚才讲的，你已经无我相、无众、无人，你已经无什么？无我相，无人相，你已经我见心不乱，你已经耳听心不传了。你第三句话，众生相，你这个众生就不是众生了，你这个众生的心就是清净。你要记得一句话，什么叫做众生？什么叫做佛？佛就是绝对的众生，众生是明灭的佛，众生和佛都是一样，具有无人德相，我们要了解。没有特殊的众生，也没有特殊的佛，没有这个道理。它是一个里面以没有觉与无而已。当我们今天所了解啊，你今天没有偶像，没有人像，你已经达到我等世界都没有了，你这个心已经什么？世华平等，你无有高下了。那么这是什么？清净无人的心。阿耨多罗三藐三菩提。但是你要记得一句话：修一切善法。记得阿耨多罗三藐三菩提。你要修一切善法，为什么？因为我们今天虽然我们在文殊的系数是这么讲，因为你这个心没有经过修，还没有用。为什么？因为你是性解而已。修就是修行，你要走过去。过去就有比喻。当你今天知道台北的方向，当你今天已经了解台北的地址，我请问，你是不是还是在下雨？你还没有醒，那个只是你了解而已。所以解悟，它不是一件正道，不是这个道理。我只是了解，了解很简单。我现在了解台北，我现在台北遇到。我今天如果要走到台北，我还要用很多很多方法，比方说，或许坐高铁的啦，开车到嘉义啊，坐高铁去比较快啊，或者开车自己去啊，或者骑摩托车去啊，或者坐人家的车去啊，或者坐巴士去啊，这个都是方法，就是修一切善法，对不对？当你没有修一切善法，那你完全没有办法达到什么台北的力量。那你只是你是一个了解，还没有知道。哦，所以这一点，所以佛者在你要修无我、无人、无众、无秀的我，你修一切善法里头，你要无我实相在里面。你要修一切善法，那如果你有我的实相在里面，你修到最后，也就是一个魔法，也是计较法，也是一个不平等法，对不对？
也就是一个数学构建法。所以现在很多人用的佛法去把它转移焦点，所以解析到什么到六道轮回去，这是一个很悲哀的事情。所以佛者才什么八正道来讲，你要正见，要正思维，要正语，要正面，要正精进，要正念，要什么？正念。要正定，正精进，对不对？八正道，为什么前面要是一个正？正就是不偏的意思。凡是你走八正道，它就讲八圣道，也就是你要进入到无上正等正等的八阶梯，你绝对不会偏。你一偏了，你就走不上无上正等正的去了。所以这个就是你要修一切善法，一定要以无我无人无受是无受者来修一切善法才对，你才能够得到你无上正的正点。所以佛学是把这里正中间分了4科。第3科在讲就近降伏起修分，就近你要达到就近，到最就近，能够降伏。所以《金刚经》第17分在讲到就近过分，就近过分开始在讲第16分在讲劫嘛，对不对？第17分在讲就近过嘛，对不对？到要23分他讲清净无染。所以他第一个讲就近，你要想一下，你要就近，不可以一时时的还没办法想一下。你如果在佛法里头，你心有一个动念，那你就清净了。所以告诉修行人要怎么去修，叫你依解悟的道理来修。上次说你讲啊，你没有体悟，你绝对没有办法走到你解悟的路线。现在我们要修的时候，还要悟的道理来修，也就是如何远离我等事项来修一切善法。你要远离一切我等事项，我相、人相、众生相、寿者相。众生最不好修行的，就是我等事项。明明知道不可以计较，明明知道不可以比较，明明知道不可以起心动念，明明知道不可以这么做，但是明明又变成自残，没有办法明白。也就是不好修行在这里，对不对？这是这个道理。所以正宗不能性解性不会觉得它修出来。好，引出经文来这里证明性解行正。到23分里头，见性行善正。这个地方呢，就在原文就在讲修一切善法，积德阿弥陀佛三八三信，我们已经讲过去了，你绝对要相信。到第解就是完全要了解，要深解它里面的道学。第3句话来了，解你知道了，完全我知道这么走下去绝对能够解脱，那你才有力量。所以你要解，你也不可以再有什么，你修这种东西，你不可以起心动念，我的思想要远离。所以积德阿弥陀佛三上，他一定要修过一些善法，就叫我们起修了，不只停留在发心而已。所以我们经常说，我们常发心，我们没有办法发常心。常发心，我遇到困难也不想发心，休息一段时间，遇到事情才发心。我们没有办法从发心发到什么？到我们的结识。所以修行人要知道，就好像我们坐火车从高雄要坐到台北，那我们在半路起起落落，起起下下，起起下下。你的目标是在台北，干嘛你要半路要在下？因为你对你没有信心，你以为是大的好，所以你有信心，所以一定要发诚心好。所以也就是这个话，叫你要踏实去修行。怎么修行呢？这里过去就讲了，我的事项不顺从我的事项，修一切善法，以经典的意趣义理归去能够去你的心与经和身体它的里面的意趣去契合在一起。所以现在正体修要前面的
有像若胎生、若死生、若化生、若有相、若无相，在整个过程之中，我们一定要了解，都是以天道、人道、阿修罗道、恶鬼道、畜道、地道。我们在修行的过程之中，他能够给你达到无我的内涵，所以要这样叫你是个信心。到第四分来妙显无智，也就是你在修行的过程之中，你不可以自走。当你自走，你一定自走，你的心就把它启动变。所以这样的行不是不要自降，这样自降，第四叫做肉入自降，就是在自重中，这样叫人，这样你修不杀道，你就修不行了。所以升起信心，能够解悟这个道理之后，就按照升起信心的解悟，你发现了前面每个议题一定要先记录下来。如果前面每个议题没记录下来，后面你要请教问你什么？问你什么？今天我来做一个比喻。那我们今天的讲堂，他在能源委员会，他要从他进去到他退休这段时间，也不是一个很短的时间。他如果在里面能源委员会里面的东西，他们要摸得很清楚，我相信他没有办法拍到他退休。他一定在里面能源委员会里面的东西，他所有东西他很清楚，要不然来做一个比喻，换过学期坐他的位，可能3天你在这边赶出来，你完全都不懂，你在这里要干什么？对不对？你不懂的数学，那是叫数学；你不懂的国文，那是叫国文。我请你这个教几天，你教出来都不对。所以这个时候，比喻我们今天在修行的过程之中，你前面你的基础都不对，那我们在修行，是往我们在走过。我们没有真修实验，讲不好听的话，就在表面对吧？我们没有办法真正对我们的心情在想，我们一辈子是空空空的走过来，忙忙碌碌走过来，浑浑噩噩的走过来。为什么？我们讲过很多话，来修嘛，干嘛修？修啥呢？修改改，修改到咩嘛？修起来修修就修干嘛干嘛？不干干嘛？弄改音都是同音你要收起来的收，你要扭脚的脚，跟觉悟的觉公式一样。所以比喻也是我们在修行的过程之中，我们是真的要确实，我们要落实在我们的心性的这一块。当你在修行过程之中，你要记得，你一定会出错，你一定会受批评，你一定会受很多的委屈。为什么？因为《金刚经》第16分就如果我们看《金刚经》第16分就跟我们讲得很清楚，须菩提，若有人受持无上苦经，乃至于人亲见世人前世罪定罪而报，今世受轻贱，前世罪即有消灭，即得阿弥陀佛的造能消灭障碍，他就要讲这一段话。须菩提，须菩提若一个人能够受持无上苦经，乃即亲见人家的亲近，也就是你在修行马上佛法的过程之中，人家在诽谤你，人家批评你，说谁的？你是管的哦，你管的是谁好？你管的是生活好？你管的是我百姓好？很多人，你这最正经管他修这个好，他修到没好，很多人在批判你。批判好听的，一无所有，批评呢，我的来讲。用幽灵修持互相出现，是人品见，亲就是不亲，亲看不起你，见就是践踏，看不起你。伊来讲，世人前世罪无罪报，是人间世罪业变多。咱人比讲，我进来做人，我感觉都很了不起。你要记得一句话，你前世安怎来采访？上好的报答就是你对这世界无罪的，那是你前世才该得到。你想该得到，你让别人不知道，你也不要去问讲事，也不要问神，你
你不理智也知道，精神最要应对不好，不然你爱对了几个就是个特别难应对不好。但是他在他们这来，我为什么会来当人？因为你的罪恶报的这样的情况，因为恶道的罪业要起发，就成了这个经济要的，这个经济要的发言，就是我造的这人，是我造的这人，是我造的这人了后，你就会得到，你就会修三不行法，你就会研究上乘法、上乘佛法，那么就好，那么就会规定啊。哦，所以我就来讲，修行品鉴，艰险罪业，就会消灭，前世罪业就会消灭。咱然后回报列法语，你然后来讲，而且你这食菜啦，食菜，来讲你这食菜啦。我先听我们的监大因为他在这么高大的一个位置，我相信在过程之中遇到很多的相关的一个高级的人士，我相信他整个过程之中，有时候人家就是要以异验的眼光、异验的眼光看你，看起一个都没想好，一个人每次都跑，一个人只是考虑，心里有时候照理不是这样，连一些老师都听到一贯到3个字就好了，你放心吗？所以他就问，那个是重罪轻报的事，平常一起来当罪轻报。人若无当罪轻报，人若咧地个落这个就是个在改死，你才敢讲。因为伊咧去规模，咧个规定，看你去咧个消费，所以讲前世罪业即为消费，而积德安乐有什么差别？这点马上就对。你也别情况。你都诽谤一下，当你给诽谤一下，人家不要给你诽谤，人家别赞了，你看到你们，我看到这么严重，你都不信。毕竟那改多了啊，多了你不能谈的多约定好消灭来，那些这个嘛，所以我们今天一定要面对这个东西。一落到我们思想，一落一直向就落入我们思想的之中对，直走的直，对这样就既然那个人才你们这样起，你能心气升起的信心那这个进步，我就刚才讲的，这个道理就是人过去叫你起修了所以今天我们讲最后这一段这一段就是叫你起修的功夫了要怎么起修呢？还是要照远离事项，我等事项去修去上。我们去研究《金刚经》，要这几个观点所以在这里同学秀出来了。经典第4分里叫妙想无智。那妙想无智呢？这是无智行施，不自着来行一切事，一切无智所行施，一切不施于种。挖3个纲要，财施、法施、为施。3不施把它延伸来这6度，6度才能延伸于万种行门，也就是一切上法。这一切上法又是什么6度呢？我在这一点呢，或许有讲有一点就是叫我们注意善法，无视于3界以内的13法。如果3界以内的13法，它只不过是1天，3界13法嘴巴有12法，改了3善4善，心贪吃改了戒定慧，包括生杀道理就把它改了3善，所以12法它有13他搞不好只是道理，他还没跳脱阿罗汉的一境，他还是在6道轮回之中6道轮回之中最高，它有欲界、色界、无色界。你能够达到色界和无色界，那你已经很高。但是你要记得一句话，它还没有跳脱于6道轮回。为什么呢？因为欲
涵盖于六道轮回。那六道轮回在佛教法里，他讲说这个分段生死，它不是这个变异生死。那什么叫分段呢？也是一段一段。哦，今天这辈子当人，我下辈子要当什么？对不对？所以你也是人转世的啊，现在都是年纪转世的嘛，是一段一段的来的。但是呢，变异生死呢，也叫阿罗汉，他已经没有，他已经断掉我的思量，他变异就是在心灵的意境是在变上去的，他没有一段一段在，所以他如果你在金刚经的地球你看，想一想，去到哪说啊，阿罗，他虽然修八种品后，到事后以见后，他虽然你事后断了见后，他修法水品后，他能够再断了，所以他慢慢再上去，到无明后来，到成沙后，到无明后，他成沙后与无明后，他已经跳脱于六道，他不是在六道，事后以见后，是在进入入圣而已，他还没证到阿罗汉。是在阿罗汉的路上在走，也就是正道。所以我们十善法，也就是以在六道轮回十善，它十善法能够到色界、无色界，所以在这一点特别跟各位做一个报告最后讲，这个是一个世界法六度万行，这个无漏的善法来修行，才能够证得无漏的善果。或者一些。从十善，12改为13，再来阿罗汉的一个四正定，再经过于菩萨的12个圆满，我们做一个这个稍微讲一下，因为讲到以上我们就把这一段把它拿出来，因为阿罗汉他修四善四正定，所以四正定呢，因为他讲普及灭道，这4种因缘。他普及灭道呢，因为他自己如果是以整个大来讲，他是极苦，以什么？以修道来达到来达到极灭的境。如果以整体的概念来讲，就是这样。极苦，我们今天为什么这么苦？这是我们在过去累劫，从过去、现在、未来是劫起的境而来的。所以今天既然去劫起这么多才会苦，所以灭道就是道是修行，修行来达到极灭常乐，所以达到极灭为乐这个道理那苦的真谛呢，它有分为这的思想，苦的思想，它第一个讲无常，人生来到这个人间里，说是无常，无常就是一个无常的变化。所以他断掉无常，所以苦，他知道人生就是苦才要修行，所以要断空，所以阿罗汉修到苦空，他没有办法达到所谓的法空，他没有办法进到所谓的真空，所以这一点了解。所以阿罗汉他只是修到你这个罗汉的意境，他到菩萨这一段他就没有办法上去，他认为他是一个极限的。他没有再上去啊，所以佛祖在华严经才骂这一种阿罗汉是骄阳败种，生不出菩提果来，才这一段话。在无我，阿罗汉无我不忍无作者，所以他一定要断掉无我。所以第二极是四教，他不为是个断动地之因，所以极因以生缘，以极因缘所生法，所以当你这个原因集起来的我刚才所讲的，因为集苦才有这种，没有其他的这种生缘起因缘所生法的东西，所以灭这个灭不是灭掉的灭，这个句的灭是常的意思，所以生灭集，集灭常的所以才有这个灭。那道呢？它这是灭，就是讲静妙灭，那讲实质。灭，它是灭是常变的意思。这个灭它是讲常变的意思。极，它是讲常造的意思。这个极灭，
极面是不要把这个面是断掉的意思，它不是这么的讲解。所以他第二句在讲静，因为你的心不动，你的心如如，那当然你定下来，你的心就如如，就懂了哦。妙，哦，妙是不可言的东西，如叫做妙，所以叫做粗细微显妙。所以离叫离以显的成效，道有四项，道离显处所以这个显道，离显道才能够进到极面。你苦是从己来的，你要达到阿罗汉是从修行的，才能够得到阿罗汉的不极常，这常这个极面常乐所以这个是一个阿罗汉的四谛法那我们能够简单把它修一下，讲到12因缘法，因缘是阿罗汉最基本的修行法。又到轮回经有这段话里面谈到12因缘法，什么12因缘法？就是从我们过去、现在、未来长久的时空里头，是其因果互动关系，由此因果互动关系可了解我们人轮回六道的因缘。当然，这个东西大家依调就有了看你就知道。因缘是因法，第一就是从什么来？从无明而来第二这个无明缘显，第三个是缘事，第四是事缘名色，都有一个缘这是个因缘法里头都有一个缘在里面。缘名色，缘六路，六路缘触，触缘受，受缘爱，爱缘徐，徐缘由，由缘生，生缘老死，这老病。那我们继续来分析这里面的含义我们来了解为何因缘来轮回。我说众生为假造了12种因缘法，所以又在因果轮回之中，12因缘法的原因是12种情况，12种境界，以12种之种，12种境界，分类12分的境界那我们在3世里轮回，在此做一个分析。我们人因为源于过去有2种极无明和行因缘来投胎转世于六道轮回中，也是以在前世以先这2个因缘而来的。这2个因缘，一个因缘是从无明，第二个因缘是从行因缘而来的。OK， 我们在这里分析。因为无明，从无明呢，因缘就是指我们过去贪嗔痴而来种种的烦恼。因为我们的贪嗔痴生了很多的烦恼，造了许多的业，所以我们才会轮回。因为无明，则有新的造作，所以无时所造诸恶业来自无明的贪嗔痴。我们一定要了解。你要进入到阿罗汉的初佛，最不好断的就是这3个贪嗔痴。我们众生修的什么都可以修，但是卡在心里的这种3个东西绝对不好修。你看看，100万买你不走，200万你不走，1000万来买你就走。你说你进不贪，帮助不动，这个不动。所以那种意境如果能够达到以所谓的一个净空，所谓的净，他看到东西，他看到东西有，但是他不动心，这种如如的意境，这种真的很高的意境。所以我们众生在无明里头，所以常下无明的贪心时代，这个就是我们长期以来的这种在里面。谁敢说他没有这种东西在？第一个很多，但是只是里面的东西，它的含量很高，还是我们要修，就是要是3个字。如果你3个字能够修成，你就成功了，所以在无明里头所造成的作业，才能够演变产生显。所以那个无明还没有成母胎的那个事，还没事那个空，当然有一个那个空间在佛祖里，他讲叫一个空性的东西。
它里面都有涵盖有藏的东西在里面。所以行是因为是造业的因，所以呢才转世。因为有了贪嗔痴，自然它会造作业，种下罪恶轮回的因。所以我们源于过去的无明跟行这两个缘，过去的无明行，过去无明是贪嗔痴所造来的，行所造下业因，种下业力的牵引的意识。所以我们依照这个业力的滚动，投入到母胎里面，投入到母胎的那个这个死，一个想，那个陷入掉，那个地狱去了，所以叫做四强制动，打造别人，一般一波代表无地线哦，一波地线，一波代表无地球，它整个核心事情。迄伊是一个咱庙会上伊，我讲吹无做嘅，那是咱宗教嘅一个咱庙会上讲，那不是用事用他的知识所想出来的东西，用他的智慧开发出来的东西，所以你跟写单造不出来，那你写作对，那想哪？那你想半天，那你想经济，大家在想什么？大家在想。我一个较济薪水，莫甲你死。因为你若薪水甲扣着，我气甲你死啊！你的习惯，你气甲你死，干嘛甲你死啊？你死啊！为什么？因为你是你没有办法去包容一点点。我是讲这是一点，我们在整人生的不动的发展，你看千千万万的东西，你计较不来，你比较不来，然后你对你的力量。你甲等天天白，千万的你叫，你一个人话得来咯，你个时间得来咯，你甲专心心做，叫你能够输赚，但是有可能赚的，有力量来赚吗？不能赚，今天不能赚。哦，我想我是对，不是我唔敢的，是我无机会呢。哎呀，不是我不敢呢。是我们有机会，如果不是修行人，不是高深功夫的做改变，特别是有啲改变不大安的，一般嘅人拢是我好机会嘅，不是我唔敢。你想是不会讲，安怎讲？乌笑比无会，安尼听无？过去嘅做人，你甲过平安啦，后啊你嘅做人换人甲你过平安，你差大无者，安尼叫做乌笑比无会。艺术的改变，咱人真正无法用转识心地，你有信念的心态，你有信念的因缘，你有信念的力量，你有信念的包容，你好对得了。境界在哪里？用去动来吸啊，用这说吸啊，对不对？所以我们在修行的过程之中，我们的心在无明所投下的这个事越想，是不是这样啊？就是将这个识的对你的母胎之后，慢慢从你的内在渐渐形成有一个新荷包胎的一个存在，那个叫做名色。给心念会变得名色，名色是因为我们的业力牵引到我们意识的母胎，投入了母胎，借着母胎受孕后，胎儿在母里经过49天孕育的，慢慢就聚成了有根有把它这些变形细的高高来变，把它变成那样，这个有眼耳鼻舌身意。你在波来当中，眼耳鼻舌身意在4个月之后，就慢慢生出来。所以我告诉他们说，在佛教界里，大概我们跟他们说，女人怀孕，在非不得已的情况之下，要进行堕胎，尽量不要超时49天，因为堕胎是属于杀生的行为，49天内胎儿会形成浅拿掉，这个最较轻的，随便它轻啊，最好它轻啊，但是属于一种杀业，经过49天才处理，罪业就比较重，因为在胎儿已经形成了具足6根，
经6分经住了，所以我跟他不是为后，他不是在战场，你直接越南战场在哪？堕胎啊，而是只是特殊的情况之下，比如说在哪有肝体，他的病情下面怀孕，这个呢，这个不是正当的来源哦，有些的里面那个铁条，那个是不得已的哦，侵害怀孕的，或者是花胎乳引起母亲身体的状况的一个异状，影响母亲身体的子宫坏病等，让母亲身体产生很大的冲击或影响，危及母亲的生命。如母亲严重心脏病或者病者，然后对咱的身体无老后母亲加生的应用，在那种不得已的情况之下，你可以，无呢，你不能这种叫忤逆罪。而这忤逆罪，29、28、30打落来，这个是打落来，洗出不行为，无生，所以你能够就是我们尽量去避免除了不得已的，处就是讲孩子生出来之后，孩子接品了，有冷热饥寒、咳饿痛等，孩子寺庙让一开始触感触到，身体会产生很多的反射这种感觉，你跟这种活动感触到的困难，外在的数据，受的修，你让我们平时到我们较早期间啦，反正要学买热，还有用这种这个定突破，你刚需的热的感受，随着年龄的增长，欲望的增多，就是感受，变得从爱，接下来是从16岁到30岁这个阶段，因七情六欲形式的作用开始你的爱，你的爱所以呢爱所以化学里面的爱争取所以到最后第9就是取，101处的中101对的环境，在现人琐碎亲情爱情会去求取占有，结果产生强烈的爱之我相，我相人相众生相寿者相的形成，我相就是你的心相，因为有一个我的心。含念观念的境，人相境或是我的一个心灵含念外在，是我相人相，就是才有众生相，才有寿相。所以它取是我相是执着于外在的人相，产生七情六欲的痛感受强烈执着烦恼，因为强烈的执着产生了慢，不能被夺取，不能被欺负，这个话题呢，各位以我最知道空心，我能，我知，假如占有物被夺取，会进行抗争，这个因缘在外境，这因为是对外境的人数已经产生强烈的执着，这个东西我想，这个东西是我的亲人，我的爱人，会产生强烈的这个执着。一旦对这个东西有了爱执，市场会产生贪恋，贪恋就是有占有，有占有就会昧着良心去想办法，不择手段去夺取的东西，就好像或许曾经有在YouTube看到中国大陆一些案例，为了为他的爱人，爱不到他的爱人，为娶不到他的爱人，他用不择手段。所以，艺术俱全，就是这样，就是别人把你杀掉。我既然得不到东西，别人也不想要得到。这种东西是一个非常的恶劣，是非常的比如就到了35岁到50岁时，会夺取贪爱的感觉最强烈的予以利者，一切入理数物财色名利。想占有会达到占为己有的目的，就会不择手段去夺取
造业抱的一个业力的影响，随时业力感召，巨轮人在生来的哦。生是生，过去与现在在未来要为人生哦。第十是老死，在当中又造了很多的业，每次的轮回都是因这12因缘法，这12因缘法而来，轮回不断，前世今世与未来世。周而复始的不断一直在轮转哦，是因为在强烈的贪着占取，所以造未来受的业力，也为业力的感召造作，所以就承受了未来恶又言语这个永远就必须我们要承受未来的果报，有造作果报的业力。随着业力的牵引到老死才停止，不断的，这是在佛法里头，他修到12因缘法。那我们12因缘法能够了解，它是一个不断的一个境界，不断的因缘。我们能够在12因缘法里头，能够去断绝12因缘法，你这得到彼之佛的理解。那彼之佛呢，又是什么理解？今天昨天然后或许去爬山，那有一位我们的心里有一个年男说，不可思他解释人生，我有个问题我知道了阿罗汉，那比丘佛我不知道是什么的一个境界，然后在这个因缘里头也是很多人需要去了解哦，所以或许是这个因缘，在这个因缘法之中是这个多做一个报告，因为阿罗汉我们知道他是修四谛法普贤没达回来的，他修的是一个自觉没有觉察，所以他是阿罗汉，他是彼汉。那12因缘法这个彼之佛，什么这个12因缘法这个彼之佛？彼之佛这个圆觉上，哦，他的意思，他的名字在圆觉，他因为要觉这个圆，他要觉这个圆，因为12因缘法，他要了解这个圆，它怎么一个苦报而来的，要修这个圆，觉这个圆，所以觉这个圆，这个人是圆觉菩萨。所以这个菩萨这2个字加上去，这个菩萨，这个菩萨，这个是一个全教，我们就讲全教菩萨，这个叫实教位，这个叫实教位，这个是讲全教位。什么叫全教位？全教它也不是正得以正位，它还是在偏离，它还没有所谓的这个实教菩萨。那如果我们修到实地，初地菩萨、2地菩萨、3地菩萨、4地菩萨，或许是要讲到，如果你7地菩萨开精地，第8地菩萨这个就近地，这个不退主地。那当然见到地的菩萨这是他行地，但是呢，因为这里要怎么讲呢？以科学的感觉，他们是在那里，他们应该是在实住，他们应该在实行，他们应该在思维下。这一段他讲什么？他讲全教会，因为这段在讲全教会。为什么他在这样讲？因为你说讲实教会，他也不是实教会。你说他讲，不然你要把这段话你要怎么把它讲？所以《金刚经》在第7部才要讲什么？一切贤圣以无为法，而有他们。金刚经的第7部里，最后那一段就讲到这句话：一切的贤圣，这么贤呢？贤是在讲3贤，这个叫3贤。圣，这个圣呢是在讲这个菩萨。他们贤圣，他们都要有无为法哦，不可以有为法。但是呢，他们各有差别，因为实质不及实行，实行不及实为相，
思维上不及实地，实地不及等觉妙觉道德实际上，这个叫做差别位，这个叫差别位。但是他们一定要以规划，如果你不以规划，你要进入到阿罗汉就不能。不要说讲到这里，他一定要修规划，所以这一点我们要了解。所以环教菩萨的圆觉菩萨以佛学的解析、佛学感觉，他就在讲深显，是这个学教位，所以叫圆觉菩萨学教位圣一切邪圣，因为在佛经里头要发现我们中国的邪圣这两个字，肯定在过去的翻译师还好，还是在佛陀的帮助，他已经有意会到中国的邪圣这两个字在里面，所以他就以前教会、以实教会来做一个分析。好，所以应该是因缘法里头，应该讲三个地方，不要讲学教菩萨，他还没证到实教会，他没证到实教会，所以这一段或许特别给各位这个报告。所以今年了解过去，断透的累积未来的如果未来之业，上述以则过去以自土报来下次以未来之土更深，未来的过去无始，未来无终所以过去未来差不多是这个永远三个阶段过去未来，过去现在未来这个阶段所以是个永远是在讲过去现在未来三个永远所以才形成彼之佛口，乃至于圆觉，圆觉甚至修行法，了解这因法，就明白众生本有的因缘，而我们知道能够去修善止恶，像什么这《地藏经》就有一段话在佛经里头，我们叫一毛一滴，一汤一餐，功德就是在佛有里边地藏经》就说的这么一段话，都是用我们不离佛法、不离我们的心性去修一些善法。你要注意到这一点。如果你修行偏离于正法，偏离正法，偏离于一切的善法，那就麻烦，你会落入到世间法了所以因为佛法在这种无漏般若智慧那已经在般若智慧引导你修一些善法。佛陀在他般若之修，把你引导这一条线，按照他这条线来走就对了所以才不会落入到世间法上如果你落入到世间法上，那你还是在这样将来你也是福报断了止于现在的福报而已，世间法福报而已所以我们现在学《金刚经》，就要依着般若智慧来做一个引导，修行一切善法，一切善法不离六，不许刚才讲六度中三坛，三坛就是什么？三坛就是印度的语言梵语。如果在讲中文来讲，他讲财师、法师、博士，就是讲三坛。那坛呢？他们这个坛呢？坛呢？如果叫我们中国的语言来讲，它是布施它布施。所以布施呢，在六度里头，它第一句话是讲布施度健康。什么叫布施呢？修行人，尤其你要修大乘佛法，你没有布施，你不好走。布施是两只脚，上面智慧是两个眼睛。如果你没有用智慧这两个眼睛来修前面五度，那你会前面五度你会修到二度吗？有的人布施金钱，就好像我们的那个柳云有的油王宫有人讲我要布施50只猪，那好像在普渡都杀了1000多条那个地宫有没有杀到血里？你怎么了？我起疑我有拜地宫那个地表宫，我的波西国长家，那个国长家，台西国长家，你那个拜国宫那怎么随便我请问，那有没有智慧的布施？那是我们那个造业的布施所以我们今天修行要用智慧来引导前一步。前不说我不以布施实践，忍辱精进。
所以智慧的领导，智慧这两个眼睛，布施是两只脚。如果你今天修大乘佛法，你今天没有办法布施，布施也叫做财施、法施、布施。你这三种都没有做出来，你在修行的过程之中，我保证你走不出去。为什么？因为你在前世，你立下所谓的多少的罪业不来。你现在那些把你抱着你的大腿，卡住你的大腿，你没有跟人家同条线，做自然行愿的承受，财施消业内，法施去无名，为师是去苦根。如果你三生并起，你在修行过程之中，你有你很感恩的，所以你试试看就知道，为什么佛祖会把六度万行法的布施放在最前面？为什么把智慧放在最后面？那是有原因的，那不是没有原因的。所以我们这一点一定要了解哦。这里后学就不要再讲了，因为我们时间很到，后学晚上这一页后学不要再拖下去了再不拖下去，会就要把它输掉须菩提，水月上法，七月上法，四年上法。这段我们原来是讲三地道学，在经里头要发现这3个年去是很大，所以叫三地道学。上法，因为这个上法你要用修行一上法得阿耨多罗三菩提，也就过去刚才讲的，这些上法是一个法，你不可以从此岸跳到彼岸去，你不可以从彼岸跳到此岸，不可能这个道理。你要一些上法，你要一些法，但是你要用法，但是要去除法。如果你到此岸到彼岸，你已经拿到，你一定要下船。你坐在船上，你永远上不来。所以我讲经，我讲经，或者说我讲经，众生死在轮回上；我讲经，众生死在经典上。所以众生是这么的一个名誉所以他不得不讲三谛道学。为什么叫三谛道学？第一，这个因缘所生法，因为为了众生，我不讲法就不行，因为我不讲法，众生不明理，我又讲法，众生又执着在法上，你要去教什么？所以第一就是点，我不讲不行，对不对？我今天感冒，我吃感冒药，我感冒已经好了，我还一直在吃感冒药，就是这个道理的。我举这样讲修一些上法，你修一些上法，他前面是讲什么？要以无我、无人、无众生、无所受者来修一些上法，你这个上法才是如是上法。所以《金刚经》31分里他讲。如是见，如是见，如是知，如是见，如是信解，得一切上法。金刚经里头31分里头，知见如我分里他讲到这些，所以他讲到说，应如是知，如习一样，用如是知我们还没讲到那里，应如是，如是知，如是见，如是信解。应如是这两个字很重要。佛学以前就解释，如是是讲清净法身，什么为如？莫非皆是。如讲实相般若，观照般若，是他讲的般若。如是两个字，他讲他讲三般若。用这两个字很简称来讲，就是一个清净无染的法身，这两个字。用清净无染的法身来知、来见、来信，那就不会生一些善，就不会生我等四相的一些善出来。如果你今天用我等四相来修一切善法，那是都变魔法，那是变魔法，这是一个很可怕的事。为什么？越修你越执着，越修你越感觉你越不简单。我们现在电视里的一些名嘴，他要讲到这些六度万行法，讲生一切的话，讲到真的津津有味，讲到哪能不一定新台有关那我说
如解如现解这么来讲，我们请问他可能还在吃肉啊，他可能我们遇到这个地方，上帝跟着出来，所以我们今天在休息，真的人家说他们体验，人家体验好，那我们今天要受严接上法这个时间。如来说归善法，缘起性空。你在一年，你不要执着前面那个字。我手，我的手是缘善法，这个手的变用点，但是我这个手是用点。你把这个手当作用点而已嘛。所以我们人的观讲一些善法，你就是不在于善。所以你要从言，你记得这种语言，要离开这个言，所以12因缘法就是一个。好，所以这里面上法起名，这是一个方便名，它是一个因为精简名，你构建，言语道断，心行处，言路共传语言共几个，所以这个很了解。所以以后我怕我们用一些上来吃了一些上法所以细修来讲了机会一些上，按细修来讲了这个显法。如果讲的是有善法，这是色相，色相跟色跟讲按经典来讲这个显法都是因缘所形成的你有自信，要了解这一点即有善法，所以当体即空的意思就是说，你讲一些善法，你不值得一些善法，因为他前面跟你讲说，以无我、无人、无众生、无寿者。后面那句话，修一切善法，这点很难题。我一般有世间法，你世间法在讲的是一切善法。所以就是念者生法没有自信，当体即空所以要我们处处修善法，但是不要只走善法，真实无漏的善法，它才是真正能够解脱法。才是什么？要不然你的生死莲花。OK， 那我们今天呢就先把二善根全部讲完了那下来因为都超过1分钟下来是我们各位很多的分享时间那分享到这里，现在是我们看到这边我们能够来现在分享一下。我想我们的前面好不好？因为我们掌声一下好不好？我们的前面就是后学的今年前面编我的儿子他的女儿，教育照顾得非常好，因为在道场教育出来的孩子是很棒的。那我的前也是在我们道场当道场的一个领任，也在我们秘书处当秘书长，所以他的在我们爱情来讲是一个很称职的、很优秀的